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15日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献上感谢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上帝的看顾，感谢上帝的带领，在每一天当中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同在。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他以厚恩待我们，他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他让我们领受这许多的恩典。我们一起透过诗歌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，一起来敬拜他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看顾与保守。厚恩待我。述说你恩典，你向我所存的意念，比繁星还多。我经过低谷，思想你心事，无论何时恩典够用，能力扶庇我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你用厚恩待我，依靠你的慈爱，救恩使我心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耶和华歌唱，我必不致动摇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带领我们，你赐下这许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继续的带领，愿主你继续赐福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唯有你，唯有你。主啊，不论我们行在高处或走在低谷，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要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都要称颂你的名，我们都要向你来歌唱，来将自己摆上。愿主你的恩典，愿主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向你唱歌，我们要向你歌唱，来歌颂主你的大能。主啊，不论是清晨或夜晚，从起床到入眠，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。你的信实到永远，你的信实无止境。主，我们要将自己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恩待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5月15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7章第1节到第16节。列王纪上第17章第1节到第16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，是基列的提比斯人。他对亚哈王说：我指着我所尊崇的上主以色列上帝的永生发誓，以后的几年内，除非我祈求，否则天不会下雨，也不会降露。上主对以利亚说：你离开这里，往东走，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附近藏起来。你可以喝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命令乌鸦送食物到那里给你吃。以利亚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住在基利溪旁。他喝溪里的水，乌鸦每天早晨和傍晚都送饼和肉来给他。过了一些时候，因为天不下雨，溪里的水都干了。于是上主对以利亚说：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经吩咐住在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就到撒勒法去了。来到城门口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寡妇在捡柴。他对她说：请给我一点水喝。寡妇要去拿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喊着说：也请给我带些饼，也请带些饼给我。寡妇说：我对永生上主你的上帝发誓，我没有饼，只有罐里的一把面粉和瓶里的一点橄榄油。我到这里来捡柴，要带回家去，预备仅有的一点食物给我们母子吃。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顿饭了，以后只有等着饿死。以利亚对他说：别担心，去做你的饭吧。可是要先做一块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用剩下的做饼给你和你的儿子。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：一直到我上主就降雨的那一天，罐里的面粉用不完，瓶里的油也用不尽。寡妇就去照着以利亚吩咐的做了。他们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吃，并且吃了好些日子。正如上主借以利亚所许诺的，罐里的面粉没有用完，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尽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7章第1节到第16节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上帝的话语。
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，也就是上帝拣选的以利亚先知，在当中从今天开始的经文登场了。他的登场也因为前面的这个王亚哈王，在我们昨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说，他做了比耶罗波安更恶的事情，犯了更重的事情的罪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过去所做的这一些，他不只是做了耶罗波安所做的，甚至犯了比他更重的罪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来看这个王所经历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差遣了以利亚，来到这当中，来对亚哈王来说话了。而这亚哈王在昨天经文里面也看到说，他引进了巴力，外族的神，而不只是巴力而已，还有引进了亚瑟拉女神，所以把这些外族的神都带了进来，带到这当中，他带头去拜。所以不只是自己创造而已，还把外族的神带了进来。其实这样举动，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个，但是在当中把巴力带进来，他有可能是第一个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，是基列的提斯比人，他对亚哈王说：“我指着我所尊崇的上主以色列上帝的永生发誓，以后的几年内，除非我祈求，否则天不会下雨，也不会降露。”其实当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听到这些，或许无动于衷，或许觉得你在讲什么，这关我什么事？你讲的真的会这样吗？有人会觉得反正每天都有一些疯子来到我这当中讲一堆有的没的。其实我看每个人这些王可能经历了很多，但是敢走到王的面前来讲的，应该人也不多。就像我们台湾一样，坊间很多人会讲很多有的没的，甚至会在那边诅咒总统啊，诅咒什么的。其实很多人会讲不好的听的话，甚至会去讲一些威胁的话。但是有几个人敢在这些人面前讲这些？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差遣以利亚去到亚哈王面前，跟他说：“这几年不会下雨。”就像我们台湾一样，如果这几年不下雨，不要讲这几年，有半年不下雨就已经很严重了。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担忧，如果不下雨，我们怎么会有水可以用？如果不下雨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其实常常会有新闻在播报，在讲到说，如果要缺雨的话，像其实今年或去年好几次都快缺水了。然而在当中台风来了，带来许多雨水，所以后续新闻的报道说，其实已经快缺水了。但是这样的雨进来的时候，把水库灌满了。其实我们建造水库也因为台湾在这样用水量越来越多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常常是会缺水的。但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台湾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地方，我们并不太缺水，常常经历到缺水，但是后续就会有水进来了，就会有雨水啊等等就进来了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讲的是，上帝透过以利亚在说，有几年不下雨。这样的不下雨里面，我们看到那这些动物、植物、这些农作物怎么办？这些可能种不起来，可能就接续的这缺乏粮食。就像我们前面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会看到说，在约瑟那时候法老王做了梦，他做了梦，上帝让约瑟去跟这法老王讲，你所做的梦都是一样的，会有7年的丰收，也会有7年的饥荒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如此了，
当缺乏雨水的时候，也可能所带来的是饥荒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天不会下雨，也不会降露，就是你这几年一定会缺水。不降雨，你就缺乏雨水；不降露，缺少甘露。所以这当中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土地是非常的干旱的，连露水都不会有。然而，当他讲完之后，这边提到说，上主对以利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往东走，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附近藏起来。”其实从这当中，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当一个先知去对王说话，其实都有它的危险性。这藏起来一部分可能是王要派人去抓他，一部分有可能是王会找人去请他做祷告，去向上帝祈求，让雨水降下来。有可能有些人会去想要找他去解决一些问题，所以这当中，当他藏起来的时候，这些不管是要追杀他，或者是要求他、要拜托他，他都不用去面对这一些。其实我们看人跟人的之间有很多的事情，有很多的状况，可能是人跟人当中有一些摩擦，可能是人跟人当中有一些人情世故，在这许多的状况当中，上帝都让这些把它排除掉，让他躲起来，不用再去处理那些，不要去处理这些人，所以不需要去处理这一些状况，去藏起来，而藏起来要让大家都找不到，都看不到，也就是上帝亲自去供应他。其实在当中讲到说，你可以喝基利溪里面的水，可以喝溪里面的水，而你的食物呢？我命令乌鸦送食物给你。其实这也回来让我们去看到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需要水，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水，上帝给他们水喝；他们需要食物，给他们玛拿吃；他们要吃肉，给他们鹌鹑的肉吃。所以上帝是这样供应的以色列人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以利亚上帝让他去躲起来的时候，上帝也供应他的需要。在这几百万人的需要，上帝都可以供应他。那以利亚的需要，上帝的供应当然是没有问题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需要喝的水，你可以喝溪里面的，溪水是 OK 的。你需要食物，我命令乌鸦给你带过去，让你有食物吃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在于你要不要去顺服。当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要不要顺服的去面对这一些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，我们不想要顺服，我们要照着自己想法。为什么我一定要照着上帝说的来做呢？为什么我就不能照着我自己想法来做呢？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悖逆的心，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子的。然而这里面我们看到，上帝所重用的人，常常都是愿意顺服的人。上帝愿意重用的人，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如此。上帝使用他，所以他去跟亚哈王讲这些预言，跟他说，接下来几年，如果我不祈求上帝，那就不会降雨。所以上帝使用他，他就去讲。讲完之后，上帝知道他所会面对到的这些挑战、这些难处，所以上帝让他去躲起来，而且供应他的需要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若我们不顺服，我们就无法去经历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大能。我们无法去经历上帝所要给予我们的。若我们不顺服，我们就看不到这些。我们常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，其实常常在自己的难处当中。当以利亚可能他要去躲躲藏藏这些，或许如果是我们常会抱怨，哇，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
啊，你看多马是你叫我去做这些事情的，当我做了之后，你看我还要躲起来，我不能好好去吃东西，我不能去吃我要的，我不能去我要去的地方。哇，你看多马是你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抱怨。然而在当中，上帝要让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。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，怎么样来恩待，怎么样来看顾你的生命。所以常常我们在讲的就是顺服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？那顺服在你的心，在你的行为当中，在许多地方可以展现出来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愿不愿意顺服。所以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可以去看到这些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愿意顺服吗？你愿意顺服吗？许多时候，我们都好像嘴巴说顺服，但是心里面却是不服。因此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亚，他照着这样做。其实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，所以他带出来，后续以利沙也跟着他，加倍的祝福，加倍的能力在以利沙身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就去住在基利溪旁。就是如此。其实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要有很多生命的展现，你要成为一个很棒的人。其实很多时候很简单，这是顺服，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聆听上帝的话语，顺服上帝的带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以利亚听从上帝的命令，他听从了就去了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也在这当中经历了上帝所说的话不落空，上帝所说的话就照着这样做了，就照着这样发生了。所以他喝溪里的水，乌鸦每天早晨和傍晚都送饼和肉给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跟他说，你去住在基利溪旁，喝那边的水，我会让乌鸦带食物给你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那这样发生之后，是不是让他更加的肯定往前看？他去跟亚哈讲的话，是不是也就照着会发生，也就会照着这样去发生了？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乌鸦每天早晨和傍晚都送饼和肉给他，这让他有水喝，有饼吃，有肉吃，也就像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样，上帝都供应他，让他有这些，让他不缺乏，让他不缺乏，让他可以安稳的来留下来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景象，让以利亚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也是如此，当你顺从了，当你听从了，当你这样去做了之后，上帝会让你一个一个看到这样的景象。所以这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上帝让乌鸦带食物跟肉，带饼和肉去给他，这是第一个景象。第二个景象是过了一些时候，因为天不下雨，溪里的水都干了。这是第二个景象。如果一直有水，一直有水，那亚哈他们其实不痛不痒啊，一定是不痛不痒啊。没有水，没有下雨更好啊，我们有水就好啦，我们可以灌溉啊，我们一样有水喝，所以我们可以灌溉我们的作物。那我们的这些动物要水喝，还是依然有水可以喝，所以无妨。甚至在当中，我们就像我们台湾一样，我们常常就觉得下雨很麻烦呢，一直下雨，一直下雨，就像前几天一样，下了雨就很冷，大家还会觉得啊，五月天还在下雨，五月天还这么冷，五月的时候下雨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正常的，但是还这么冷，我们常常会觉得下雨很不方便，最好不要下雨，也不要缺水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天不下雨，溪里的水都干了。所以不下雨，那源头也都缺水了，也都干渴了。所以下游自然是没有水了。所以这当中，
也可以让我们看到，也可以让以利亚看到第二个景象。从他讲完之后，到那时候都没有下雨，都没有下雨，所带出来也就是溪里面的水都干了。所以这可以说是2个景象，也可以说是3个景象，也就是没有下雨，而且溪里的水都干了。没有水，溪里没有水，当然就没有水可以喝。所以上帝接着就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经吩咐住在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应你。”所以最后是一个新的命令哦，没有水喝，所以让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下来。上帝要继续的供应他，因为这当中会有好几年缺水，缺水之后就缺粮，缺粮之后人的需要无法被满足，事情就会这样去开展出来了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上帝已经预备好，会有一个寡妇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圣经里面会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子。这种伟大的人当中，其实他是让这些微小的人来供应他，而也让他去看到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照顾着那些最微小的人，从这当中去彰显出上帝的心意来。所以上帝很明确的让以利亚知道，要他去到西顿撒勒法的地方，去到那当中会有一个寡妇去供应他生活的所需。所以以利亚他也就顺服了，他就去到撒勒法去，来到城门口，他看见一个寡妇在捡柴，他对他说：“请给我一点水喝。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这时候以利亚是很口渴的，他是很口渴的，因为在那当中，基利溪的已经没有水了，已经干了，已经干了，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喝不到水了。他离开，走了一段路，当下第一个需要就是需要水喝。第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喝水，所以他见到这个妇女的时候，跟她说：“请给我一点水喝。”我们看，其实这寡妇她在捡柴，寡妇在那当时大概就是穷人之一。因为寡妇她的丈夫过世了，她无法继承她的家业，无法继承她丈夫的家业，而她的孩子应该也还很小，所以也还不能继承家业，所以她没有办法有这样固定的收入。虽然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，上帝也要求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在收成的时候，不管是麦穗或者是葡萄，他们说，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你们不能把你们的那些大麦、小麦在收成的时候不能收得太干净，掉在地上的都不准捡，掉在地上的都不要捡，然后也不要收得太干净，要留下一些给那些寡妇，给那些需要的人，给那些穷人，给那些外来的人，他们可以捡这些，然后成为他们生活的需要。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供应这些寡妇、这些弱势的人他们的需要。葡萄园也是一样，不要收得太干净，留下一些，留下一些，甚至掉在地上的也不要捡，就是如此去供应这许多人的需要，供应这些弱势的人的需要。所以这寡妇后续我们看到，其实她也几乎一无所有了。所以她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就想说啊，反正最后一餐吃完就准备死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，在没有的人的身上去寻求他的需要。上帝让那些
缺乏的人来供应给以利亚，让那些缺乏的供应给那些缺乏的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，我缺乏的时候啊，不要，在教会里面常常是如此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人缺了，我们还要给别人吗？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是他们正在建堂，他们正在有很多需要的时候，别人说要去募款，他们说好，你们来募款。我们尽我们所有的，我们参与在你们的事工，去帮助你们。但是我们缺乏，我们还是一样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，并不是只看到自己缺乏，而是看到我们还拥有什么。这个妇女也是一样，这个寡妇其实她很缺乏。后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这边讲到说，最后的一些东西了，吃完就准备等死。但是当以利亚跟他要的时候，他依然给他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亚看到这个寡妇在捡柴的时候，他对他说：“请给我一点水喝。”正当这寡妇要去拿水的时候，以利亚也喊说：“也请带一些饼给我。”这时候他跟他要水的时候，要记得，这时候是天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他们也可能要进入到那种缺水的情况。在他们要进入到缺水的情况的当中，有一个人跟他要水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水，或许大家都一样，这寡妇也逐渐要进入到缺水的状况。但是这寡妇确实已经进入到缺乏粮食的状况了。所以当他缺的时候，这个人来跟他要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我自己吃都不够了，我怎么给你呢？不管是水，或者是面粉，对这寡妇来讲，都是缺乏的。所以这寡妇说：“我对永生上主，你的上帝发誓，我没有饼。”他跟他要饼，他说：“我没有饼，我没有做好的，但是我只有罐子里面的一把面粉，瓶里面的一点橄榄油。”所以很少一把面粉其实不多了，剩下一点点了。只有罐子里面的一把面粉和瓶里面的一点点橄榄油，非常的少，大概只能做1人份的量吧。他说：“我剩下非常的少了，所以我到这里来捡柴，要带回去预备仅有的一点食物给我们母子吃。这是我们最后一顿了，以后只有等着饿死。”所以当中看到的是，他已经这么缺乏了，可能他所拥有的这些面粉，这一把面粉和这一点橄榄油，也不够他们母子吃，他们可能也无法吃饱，所以仅剩的一些吃掉了，就等着饿死了。所以当中可以看到，这妇女、这寡妇、这家庭当中是非常的缺乏，非常的缺乏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也讲出来他的难处，他是这样子非常的缺乏的情况。然而在当中，他却也愿意去分享出来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在这极为缺乏当中，你有没有办法依然有信心，依然对我们的上帝有信心？在这极为缺乏的情况当中，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对他说：“别担心，去做你的饭吧。不用担心，去做你的饭。”其实真的可以看出来这寡妇的担心，因为她非常的缺乏。其实也都一样嘛，我只剩下这一点，我自己吃完等着饿死，或者是我给你吃完，我们等着饿死，其实已经没有差多少了。但是都一样在缺乏。或许我们自己吃完
还有可能有点机会吧，再去看看哪边可以找得到食物吃。这边以利亚对他说：“别担心，去做你的饭吧。”其实看得出来他的担心，其实他也在表达出来他的担心了，因为他们说吃完就准备等着饿死。他说：“别担心，去做你的饭吧。可是要先做一块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用剩下的做饼给你和你的儿子。”所以当中讲到说，其实不用太多，给我一点，给我分的一点，你也吃一些。麻烦你给我吃，你也有东西可以吃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在这缺乏当中，带出什么样的信心来？我们常常都只看见自己的缺乏，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有没有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的缺乏当中，去看见上帝的作为，去看见上帝的应许？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来看，当以利亚在讲的时候，其实也都是用看见上帝的应许、上帝的命令在说话。所以他前面讲到说，不用担心，就去做饼吧。然后，但是要先做一块给我吃，然后其他的你就做给你跟你的儿子吃吧。为什么不用担心？因为上主耶和华上帝这样说：一直到我上主降雨的那一天，罐里的面粉用不完，瓶里的油也用不尽。所以不用担心，上帝的应许在当中，上帝会恩待你。虽然你只有那么一点点面粉和一点点油，你会担心你吃完就准备等死了，但是上帝知道，上帝都知道，所以不用担忧。上帝知道你的难处，上帝会供应你的需要。以利亚他可以很有信心的讲出这句话，也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供应，上帝供应了他的需要。在基利溪的时候，上帝让他有水喝，有食物吃，有肉可以吃。上帝亲自对他说话，上帝也亲自去完成这件事情，让他去经历这一些，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些，也真实的去供应了他的需要。所以他也继续跟他讲，一直到我上主降雨的那一天，罐里的面粉用不完，瓶里的油也用不尽。不用担心，让他知道不用担心。我相信那个寡妇可能还会疑惑：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做了这么久，都已经用完了，真的吗？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，真的上帝也就这样赐福在他们当中。所以以利亚，上帝跟他讲的话，他就照着这样跟他讲。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寡妇也跟以利亚一样，以利亚照着上帝对他说的去做。这寡妇这边讲到说，照着以利亚吩咐的去做了。这寡妇照着以利亚说的，也就是上帝对以利亚所说的，就这样照着去做了。当他这样去做之后，他们都有足够的食物吃，并且吃了好些日子。所以不是只有当天的需要而已哦，是有好一段时间，或许有可能好几年，因为上帝透过以利亚说，会有好些年不下雨。所以这边也讲到说，直到上帝让他下雨的那一天，所以这样的供应一直是持续的供应给这个寡妇，其实也是供应给这个寡妇他们全家，他跟他儿子，另外再加上以利亚的需要。所以在这么极为缺乏的地方，在这极为缺乏的时候，
上帝供应他。也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就如同在沙漠里面，这个寡妇的家就像沙漠里面的绿洲一样，在这缺乏雨水、缺乏食物的时候，上帝供应给以利亚，上帝供应给这寡妇。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这寡妇大家可能感觉她是最缺乏的，她是最穷的。但是在这缺乏粮食的时刻，在这缺乏雨水的时刻，有可能外面的人都缺，外面人都在饿肚子，但是这寡妇跟她儿子跟以利亚，他们就不用担忧他们接下来要吃什么。所以在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想象，有没有可能这是整个的翻转？在这家庭的外面，可能那些人有钱有权，但却买不到食物吃。或许他们积存了很多，但是吃了几年，可能也都用完了。所以会不会是整个翻转？外面的人都在寻找哪边有东西吃，都在那极为缺乏的当中，但是这一家却完全不用再思考，因为他们有上帝的供应。好像在缺乏当中，但却是那种富足。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正如上主借着以利亚所许诺的，罐里的面粉没有用完，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尽。在这看似缺乏，但是是富足；在外面的人看似富足，却是缺乏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似乎也在经历这一些，似乎富足，但是却是缺乏。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看似缺乏，却是富足。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在许多人眼中好像是缺乏的，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却是有上帝的供应，源源不绝。但是我们这世代却是也是如此，很多人看似富足的，但是他的生命却是缺乏的。这也是让我们看到，在教会里面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的生命，确实跟这世代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世代当中，我们常常在追求这个，追求那个，但是这个也没有，那个也没有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讲到说，唯有追求上帝的恩典，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顺服，我们看到这个寡妇的顺服。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是要用你的想法，或者是让上帝的想法来带领你。在这各样缺乏当中，有没有相信上帝会供应你的需要？所以在当中又让我们再次看到，去听从上帝的命令，照着上帝的带领来走，也才能享受在上帝的供应当中。因此在这里面也让我们再次的去思想，上帝要怎么样来带领你。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就像上帝透过基利西让以利亚有水喝，透过乌鸦把肉和饼带来给他，也透过这寡妇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。而这个寡妇的需要，上帝也透过以利亚来祝福在这个家庭，祝福在这个寡妇的家庭。虽然他已经缺乏到一个程度，他讲到说这是我们最后一餐，吃完准备等死，但是上帝却透过他来服侍以利亚，透过以利亚来祝福这寡妇跟他的儿子。也在当中，他们也会一起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，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在我们面对了这许多的事情，我们常常陷入在那抱怨当中，但是也让我们在当中从听从你的命令，照着你的话语来做，从这当中来去经历你的带领，经历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人，包含今天的以利亚，今天这个寡妇，他们都可以有许多的抱怨，他们也都可以许多时候选择不顺服。然而因着他们的听从，他们的顺服，你加添能力在他们当中，你赐福在他们当中，让这个寡妇她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，让以利亚他能够继续的为主你来做工，让他的生命由主你的掌管。亲爱的上帝，愿主你在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来带领我们，也让我能够降服在主你面前，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做这许多事情，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回应主你的呼召。主，或许我们无法像以利亚这么有信心，然而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，能够像以利沙这样对着以利亚说，愿赐给你的灵加倍祝福着我们。主，愿主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跟随你。或许我们就像这寡妇一样，单单的来听从以利亚所说的，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而主你的供应也源源不绝。感谢主，你就这样恩待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再次的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在当中将这些都摆上，都献上。愿主你带领着我们，也供应我们日用的所需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你。